所以乡亲若要防这个火灾，咱的厝内一定都要倒自警器，也就是自体用的火灾的警报器。台南市消防局的统计，2018年全台湾每4点钟都来发生一件火灾。火灾的肇事人，拢是因为导火第一时间无来发现，未赴来逃生。导医生特别甲高雄市消防局来合作，拍摄宣导的影片，讲厝内倒这个火灾的警报器真有功用哦。像这个高雄市为年初到今，火灾警报器都来提醒到6件的火灾，成功来阻止到火灾造成的严重的伤害。突然间。 火烧厝无自警器时，要逃生时已经拢是乌烟啊，然后是有倒自警器。火灾！火灾！发生火灾！警报器测到烟的时，烟还无偌大，会使赶紧逃生。为了医师王威廉，就是讲火烧厝造成伤亡真严重，特别甲高雄市消防局合作拍宣传影片。 睡觉的地方呢，跟楼梯就是要装侦烟式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那如果像是平常有烟的地方，例如是厨房，我们就装定温式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若是天棚较悬，消防队嘛发挥创意，教大家要安怎倒。要怎么使用？只要把助警器放在这个上面，这样就可以安装了。是。依照台南市消防局2018年的统计，全台湾每4点钟就会发生一件火警，造成严重死伤，一般拢是导火第一时间无发现，致使讲未赴逃生。这嘛显示徛假火警警报器的重要性。美国某一份统计。 徛假火灾案件内面，敢有安自警器？伫火灾中死亡率差不多1倍。高雄市消防局的数字嘛显示讲，为2020年初到即马，自警器就成功已经6件火灾，阻止严重的后果发生。意外是真歹防，也毋过自警器用伫火烧水当时，即时听到伊通报，安尼就会使保性命。